那家我吃了10年的粉店，就因为我想多要1勺辣椒油，老板破口大骂，说我占便宜，是臭民工。但他却不知道，我是他铺面的房东，还是身价100亿的大老板。沈总，这是这个月蓝星写字楼的租金记录，您过目。别的租户同等面积，月租都在2万以上，唯独楼下那家大食味粉店，80平的铺面，月租只要500块。沈总，这差价是有什么特殊合作吗？那家粉店我吃了10年了，10年？从高中到现在，每一碗都是那个味道，有感情了。对了，沈总，今天约了客户见面，这是给您准备的高定西装。先不换，我馋那一口粉了，先去吃碗粉。沈总，客户那边让客户等着。天大地大，嗦粉最大。张姐，1小碗，照常辣度。知道了，知道了，天天来，烦不烦？不对，这味儿不对，少了辣椒油，这碗粉就没了魂。张姐，麻烦您再给加点辣椒油，这点不够味儿。辣椒油不要钱啊？给你那么多了还要？1碗粉才几个钱？你当我是开善堂的？张姐，我只是要点辣椒油而已。要点辣椒油？你每次来都点最便宜的1小碗，才15块。别人吃1碗粉，辣椒油就用1勺，你倒好，恨不得倒半碗。你知道辣椒油多贵吗？我这小本生意，亏都亏死在你身上了。15年低租金，80平的铺面月租只要500块，旁边同等面积的铺子，租金2万起步。我照顾了你10年，就照顾出这么一个白眼狼。我要是想收拾你，一句话就能让你卷铺盖滚蛋。可你为了1勺辣椒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算了，不吃了。结账，付了，15块，多了不用找。站住！谁告诉你15块的？1碗粉15，辣椒油你要多付5块，总共20。辣椒油还要单独收钱？辣椒油不要钱啊！你弄那么多，我不收你钱我亏本，20块，1分都不能少。我1个月少收你2万租金，10年就是200多万，你跟我计较这5块钱？没钱就别来吃饭啊！穿成这样还想吃霸王餐，丢不丢人？我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凌晨10分钟就能让他滚出这间铺面。可这碗粉，我吃了10年，这地方有味儿。够了吗？算你识相。蓝星集团总裁，名下17栋写字楼，身家几十亿，收拾你一个簪户，跟捏死一只蚂蚁没区别。当年你租这铺面的时候，合同上写的明明是2万1个月。我看你一个女人不容易，让财务把账做平了，实际只收你500，这一让就是10年。下一碗。10年，200多万的租金差额，我喂出来的不是感恩，是一只白眼狼。沈总，粉吃完了，客户那边我已经推到明天了。吃完了，被人当要饭的轰出来的。什么？那家粉店，我要收了它。沈总，说实话，这家店的问题不止1天2天了。最近半年，光顾客投诉就有10几条，卫生不达标，食材不新鲜，服务态度恶劣。上个月还有人吃坏肚子，闹到食教检去了。我怎么不知道？您之前说有感情了，我们哪敢动啊？物业那边一直压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沈总，食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有个问题，咱们集团总部员工300多人，说，对面小碗菜就一家店，满打满算也就40-50个座位，中午那1个多小时根本接待不过来。谁说要他们只去小碗菜了？蓝星大厦楼下从街头到街尾10几家餐饮店，我只有一个要求，哪家都可以去，唯独大使会不许去。高，实在是高。沈总，您是不知道，那老板娘仗着咱们公司员工天天去捧场，粉的量越来越少，价格年年涨，态度还差得要命。上次我去买碗粉，她眼皮都没抬一下，跟欠她800万似的。还有这事儿？可不是，她还立什么高冷人设，说自家粉店不愁客，每天限量供应，来晚了没有？其实就是搞饥饿营销，吊着大家胃口。那如果明天开始1个客人都没有了呢？她不得郁闷死？守着一屋子粉，等一整天，连只苍蝇都不飞进去。那就让他好好享受这份清静。瞧这声音，满座，外面还排着队呢。分量少点怎么了？还不是照样来这么多人。明天每碗再涨2块。喂，什么？在外面吃公司也报销？不限量不限价？走走走，去对面小碗菜。我早就不想吃这家了，粉越来越少，辣椒油还抠抠搜搜的。就是，上回我多加1勺辣椒油，那老板娘脸黑得跟锅底似的。哎，你们粉还没吃完呢。不吃了，不吃了。兄弟们，公司发福利了，在外面吃公司全报销，不限价。对面小碗菜走起，走走走。早就不想吃这家了，又贵又少，辣椒油还不给加，早该关门了。大实惠，正宗老字号，粉降价了，辣椒油随便加，15块1碗，辣椒油管够，不限量。上回多要勺辣椒油，跟要他命似的，谁去谁傻。帅哥，进来尝尝，今天新熬的辣椒油香得很。这都第5天了，1个客人都没有。不怕，房租才500块，又不用请人，我一个人就能干，成本低，耗得起。等这阵风头过了，客人自然就回来了。粉降价了，辣椒油。小伙子，进来吃一碗吧。今天新熬的辣椒油，不要钱。大姐，您这粉啊，留着自个儿吃吧。为啥？公司新政策，鼓励我们外面吃工作餐，所有店都能去，报销1年。您这儿啊，怕是等不到客人了。5年了，这烟都戒了5年了。1年报销，1年？我这店还撑得了1年吗？林总助，当年送餐的时候，林总助说过。张姐，我们老板说您家粉不错。他挺爱吃的，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来找我。对，他老板爱吃我的粉，只要老板开口，下面的人谁敢不来？这一罐本来留着过年用的，他爱吃辣，这一碗够味儿。
只要他开口，我这店就有救了。去，一边去，别挡道！穿成这样也敢往这儿凑，这是蓝星集团总部，不是什么工地，赶紧走，别给人家丢人现眼。张姐，我什么我？没看我有正事儿吗？没空搭理你。给我送粉。念，沈总，这是上周大厦各商铺的客流统计。大市汇粉店连续7天，日均客流量0，一家都没有。对面小碗菜天天爆满，排队都排到街头去了。这才刚刚开始，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沈总，那他要是找上门来，找上门更好。我正愁没机会让他看清楚，他得罪的到底是谁。女士，这里是总裁办公区，没有预约不能进。我是你们总裁的贵客，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粉。你拦我，小心我告状，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请出示预约凭证。我告诉你，我跟你们总裁关系不一般，他吃过我的粉儿，夸过好吃，你再拦我，我让他开除你。没有预约，任何人不得入内。沈总，楼下那个粉店的老板娘非要见您，说您最喜欢吃她的粉，拦都拦不住，在大吵大闹，影响其他楼层办公了。让他滚！一个租户想见我就见我，我蓝星集团的总裁办公室是他想进就进的地方。告诉他，再敢干扰公司正常工作秩序，直接报警。非法闯入寻衅滋事，够他喝一壶的。是，沈总。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沈总最爱吃我做的粉，一天不缩浑身难受。怕了吧？我告诉你们，沈总吃了我10年的粉，10年什么交情？那是亲兄弟。你们这帮看门狗！刚才拦我的账我记下了，等会见了沈总，有你们好看的。现在向我道歉，不然我让沈总开了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放开我！你们完了！我要告诉沈总，他最爱的粉是我做的。你们给我等着！我要告状！我要让他……你想干什么？这是沈总最爱吃。我们老板说了，让你滚。再敢来，见一次打一次。不对，生意黄了，就是从那天开始的。态度恶劣，跟欠老板钱一样。辣椒油还不给加，根本没有服务意识。肯定是他，那个民工，就是他到处泼脏水，不然哪来这么多差评？我好心给他辣椒油，他反倒害我，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跟你没完！你个卑鄙小人！你不是爱吃辣椒油吗？我让你一次吃个够，害得我店都开不下去！你个白眼狼！看来我对他收拾的还不够狠。跑什么？心虚了？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啊！沈总，这怎么回事？楼下买粉的，泼的。张姐，她疯了！我本来想生意黄了，她总该长记性了，现在看来还不够，继续收拾，这次让她一次疼到底。沈总，合同里有一条款，租户若有违背公序良俗或违法行为，需承担巨额赔偿100万。好，让他赔得倾家荡产。凭什么他们家生意那么好，我家连只苍蝇都不进去？不行，我得找到蓝星的老板，只要他开口让员工来我这儿吃，我就能起死回生。对了，我得告诉他，是那个民工害我，他一个小工头还敢给我泼脏水，让老板把他开了，我看他还怎么蹦跶。就是这儿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不信等不到。沈总，下午3点南城那个地块的竞标会，车已经备好了。知道了。沈总，我要举报，你们公司有个叫沈安的民工，天天在背后害我，他泼我脏水，害得我店都开不下去了。你怎么是你？哟，穿的人模狗样的，我还以为是谁呢？租来的西装吧？还是偷穿别人的？一个臭民工，装什么大尾巴狼？站这儿干嘛？这是你能待的地方吗？看见没？总裁专用车位，你一个工地的，靠这么近，弄脏了人家的车，你赔得起吗？赶紧滚远点！张姐，注意你的态度。林总助，我说他，又没说你。他一个臭民工，穿成这样站这儿，我说两句怎么了？你看看他，穿个西装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往总裁车位这儿凑，以为换了身皮就能装有钱人。我呸！虚荣拜金，丢不丢人？闭嘴！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蓝星大厦的停车场不是你撒泼的地方，再敢在这大呼小叫侮辱他人，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好你个沈安，穿个西装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害我被打。你给我等着，这口气我咽不下去。等找到总裁，我第一个就告你的状，到时候看谁倒霉。沈总，要不要？不急，让他蹦跶。蓝星集团的人不让来，我还不能做别人的生意。这条街上又不是只有他们一家。8块钱一碗，成本能回来就行。只要店开着，等找到总裁，让他开口让员工回来吃，我这店就能起死回生。那个臭民工，穿个西装就敢找人打我。等我找到总裁，第一个就告你的状，到时候看谁倒霉。沈总，张大姐把粉降到8块钱一碗了。这2天客流量回暖了不少，主要是大学城的学生和附近散客。想挤兑死张大姐太简单了。林深，你跟着我多少年了？7年了。这7年，我沈安从摆地摊到买下第1栋楼，从1栋楼到17栋，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先给张大姐留口气，让张大姐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生意。叫楼下那些餐饮店的老板过来，我有事跟老刘、李姐、小周他们谈。我马上去安排。沈总，这是我老刘店里新研制的辣子鸡，您尝尝。沈总，我李姐包的荠菜饺子，您趁热吃。沈总，这是我家自己种的水果，不值钱，就是个心意。各位客气了，坐，都坐。沈总，要不是您让员工来我们这儿吃饭，我老刘这店怕是不行了。您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就是，以前大实惠那老板娘仗着你沈安公司员工去得多，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分量越来越少，态度越来越差。现在可好，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总算熬出头了。各位的饭菜干净可口，我沈安心里有数，不然我也不会让员工去吃。沈总，您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做餐饮的靠的就是良心。今天叫大家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发财的法门。沈总，您说的是能让你们客流量翻倍，营业能力翻倍，开分店，甚至做成连锁。哎，沈总，您说的是真的？我沈安说过的话，什么时候不算数？现在餐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食品安全。预制菜，客人总怕我们用的不是新鲜食材。唉，我们明明是真材实料，可客人不信啊。隔壁那家预制菜连锁店广告打得响，天天排队，我们这些老实人反而没人知道。在店里装摄像头，从洗菜、切菜到炒菜，出锅全程直播。客人坐在店里，抬头就能看见后厨的一举一动，这叫慢直播。妙啊！让客人看着我做菜，他们亲眼看见我荤的是新鲜肉现切菜，还怕他们不放心？沈总，您这主意绝了！我们饺子馆客人看着我和面擀皮现包，谁还敢说我是速冻的？沈总，您真是我们的财神爷呀！这脑子，我们10个加起来都比不上。沈总，您对我们是真上心，不光照顾生意，还教我们怎么做大做强，这份恩情我们记一辈子。行了，别拍马屁了，回去准备吧。沈总，这一招釜底插薪，张大姐怕是连哭都找不着调了。让她慢慢熬。各位老铁看好了，新鲜五花肉，现切现炒，绝无预制。妈妈，这个阿姨包的饺子好大。自己擀的皮，自己剁的馅儿，这才是家里吃的味道。我要吃10个。看见没？现剁的肉馅儿不是料理包，这汁水预制菜做得出来吗？8块钱一碗，辣椒油还免费，累死累活也赚不了几个钱。都怪那个臭民工，穿个破西装就害我被打。等我找到总裁，看我怎么收拾你。老板，你这粉里有头发，这还能吃吗？换一碗吧。换什么换？8块钱一碗，还想怎么样？头发丝挑出来不就完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这是什么道理？头发丝在碗里，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再便宜的饭菜，干净卫生是底线吧？哼，底线？8块钱一碗，辣椒油还免费，你还想要底线？嫌脏别来啊，有的是人吃。走走走，对面小碗才做直播，后厨看得一清二楚，干净得很。什么玩意儿？吃个饭还得受气，不吃了。就这态度，白给我都不来。老板娘，人家对面8块钱能吃现炒盖饭，全程直播，干净卫生。你这粉留着自个儿吃吧。哎，别走啊！不就是根头发丝吗？我给你们换一碗，换2碗。8块钱还想吃龙肉啊？回来，我给你们打折，5块、3块。直播？什么直播？后厨还能直播？那玩意儿有啥用？都疯了，做饭有啥好看的？真是闲得慌。都疯了，8块钱还嫌贵，做饭有什么好看的？沈总，今天新研制的酸菜鱼，您带回去尝尝。还有您爱吃的辣椒酱，我专门做了一罐，不辣香。刘哥，客气了，生意这么好，别老惦记我。那可不行，你出的那个直播主意，比啥广告都管用。现在我这店1天顶过去3天，你是我们的大恩人。我就知道是你，就是你搞的鬼！你个臭民工，穿个西装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教人家搞什么直播？你看看现在成什么样了，一个个不好好做饭，天天对着摄像头卖笑，这叫什么？这叫不务正业。直播有什么好播的？做饭就做饭，非要给外人看。大家都当网红，谁还干正事儿？这直播误国，害死人，教坏了小孩子，一个个都想去当网红，谁还读书？大姐，人家直播是让顾客吃的放心，怎么就误事儿了？就是，人家后厨干干净净，大家看着放心。你这店卫生差，态度差，还不让人家好了？都是他，一个臭民工，不好好搬砖，成天想些歪门邪道，穿个西装就以为自己是老板了，我呸！张姐，你嘴巴放干净一点，沈先生是我们店的贵客，不是你随便能骂的。人家出主意让咱们吃上放心饭，你在这骂人家，良心被狗吃了。自己没有说吃说。好，你们都帮他说话是吧？我让你们帮，你等着，我举报你们，食品安全不达标，我让工商局来查，一家都别想好过。举报？你是怕他们的生意还不够火？账清楚，食材新鲜，操作规范。同志，我们每天直播做菜，厨房比我家客厅还干净。看见了，全程直播，这比我们检查还严格。现剁的肉馅没有添加剂。同志，尝尝，现包现煮，绝对新鲜。同志，我们这店天天直播，客人看着和面拉面，想藏都藏不住啊。真材实料，比那些预制菜强多了。沈总，您真是料事如神。他这一举报，反倒给咱们这几家店做了官方背书，这下好了，全网都知道了，这几家店是监管部门盖章认证的良心商家。他这种人眼界就那么大，以为举报能搞垮别人，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倒好，直播加官方认证，这几家店的生意怕是要排到明年了。张大姐这会儿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让他折腾，他越折腾死得越快。他是搬起一座山把自己埋了。刘哥，你们店做得很好，后厨干净，食材新鲜，操作规范，是我们辖区的标杆。回去我们会在系统里标注。放心经营，继续保持。谢谢领导，我们一定继续努力，绝不辜负信任。同志，他们店真没问题。那什么直播，天天对着摄像头，能搞好菜吗？那不是作秀吗？你是谁？我也是这条街开店的，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家真没问题，你们检查清楚了吗？我们检查了4家店，全部合格，后厨干净，食材新鲜，操作规范，尤其是那个直播，把整个做菜过程都拍下来，比我们检查还透明。这样的店我们放心，老百姓更放心。快看，检查的视频被人传到网上了，弹幕都炸了。怎么会这样？对了，这条街的餐饮店我们都检查了，就差你这一家。正好一起检查了，回去也好跟领导汇报，说我们检查全面彻底，一家不漏。我店就不用了吧？走吧，耽误不了几分钟。例行检查，配合一下。还行，至少面上看得过去。后厨看看。同志，后厨乱得很，我还没收拾。要不您明天再来？检查哪有提前通知的？让开，让开！这肉馅放了多久了？都馊了。昨天剩的，想着今天还能用。老鼠，你这后厨成老鼠窝了！食材乱放，生熟不分，油污厚重，泔水桶不加盖，老鼠痕迹明显。你这店问题大了。根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责令你店立即停业整顿，罚款2万元，整改合格之前不得营业。2万，还要关门？整改好了再来申请复检，不合格就永远别开了。这1个多月1分钱没拿回家，老子在外面喝口酒都赊账，你这店到底还开不开了？生意不好，
又被罚了款。再等等。等什么等？你个败家娘们儿，好好的店看成这样！老子在外面欠了一屁股赌债，你他妈1分钱拿不出来，废物，全是废物！3天之内拿不出钱，老子拆了你这把老骨头！沈安，你给我站住！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搞什么直播，我店怎么会垮？我老公怎么会打我？沈安，你给我站住！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搞什么直播，我店怎么会垮？我老公怎么会打我？张姐讲讲理，我在你那儿吃了10年粉，哪次不是规规矩矩付钱？规规矩矩？你每次都要加辣椒油，加那么多，我亏都要亏死了，还给我刷差评，教对面搞直播抢我生意，你就是存心害我。我教他们直播，是因为他们做的饭干净。你后厨什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数。干净有什么用？我便宜，8块钱一碗，辣椒油免费，凭什么没人来？凭人家后厨没有老鼠，凭人家案板不长霉，凭人家肉馅不是馊了再卖的。你一个臭民工，穿个工装就敢教训我，你算什么东西？我再不济也是你这10年的老客，你为了5块钱辣椒油把老客往外赶，生意黄了怪别人，卫生被查怪别人，老公打你也怪别人，那还不是你害的？你要是不搞什么直播，他们怎么会来检查？我怎么会倒霉？你倒霉是因为你后厨脏，是因为你服务差，是因为你为了1勺辣椒油把吃了10年老客的脸往地上踩，自己作的孽，别往别人头上扣。你一个臭民工，凭什么这么横？你以为你是谁？蓝星老板吗？你再胡搅蛮缠，信不信我收了你的铺子？你到底是什么人？难道他是蓝星的神秘总裁？装什么大尾巴狼？穿成那样能是老板？老板会天天来吃几块钱的粉？会为了5块钱辣椒跟我掰着收我的铺子？你一个搬砖的，有那个钱吗？做梦去吧！第2家店下个月就开，沈总出的主意，错不了。就是你，都是你害的。让你装，让你横，看谁还。句话，我店就能活。那个臭民工，到时候我请几个人套上麻袋，打他个半死。哟，还敢来？网上骂你的人看到没？识相的赶紧滚！张姐，你的租期到了，这是不续约通知。3天之内搬走。你说什么？你不是要找蓝星总裁吗？他就在你面前。你，蓝星总裁，一个天天穿工装缩粉的，也敢冒充总裁？你要真是总裁，会为了5块钱辣椒油跟我掰扯，会穿这身破衣服到处跑。我知道了，你
肯定是偷了人家的合同，跑这儿来吓唬我，是不是林总助让你来的？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撕了！看你还拿什么吓唬我？一个臭民工就以为自己是皇帝了，我呸！林总助，你来的正好，这个臭民工偷了你们公司的合同，跑这儿来冒充总裁，快报警抓他！沈总，法务部的人来了。合同撕了没关系，电脑里有备份。法务告诉他，张女士，您租赁的铺面合同明确规定，租期内不得从事违法违规经营活动。您因食品安全问题被行政处罚，已构成根本违约。此外，您在网络上恶意诽谤、侮辱我司法人代表，人身攻击、捏造事实、散布谣言，对我司及沈总个人声誉造成极大损害，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甚至涉嫌违法。根据合同第12条特别约定，租户若有违背公序良俗或违法行为，需承担巨额赔偿。经核算，您需支付的违约金及赔偿金合计200万元整。200万？你抢钱啊！合同白纸黑字，您自己签的字，3个工作日之内缴清，否则我方将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届时您的个人账户名下财产将被冻结查封。你真是总裁，蓝星的老板。蓝星集团，沈安，这10年你每个月交的500块租金，进的也是这个账户。沈总，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大量，饶了我这一回。那铺面我不搬，我改，我好好经营，我再也不骂人了，求求您，求求您。张姐，我给了你10年机会，你自己不要的。妈，你干的好事儿！网上全是你骂人、P 图、泼辣椒油的视频。我们公司是蓝星的合作方，领导让我主动辞职。什么？还有小雅，她爸看到新闻，打电话骂了一顿，让她跟我分手。谈了3年，全没了。没事儿啊，别碰我！我同学在群里笑话我，说我是泼妇的儿子。我以后怎么见人？怎么找工作？完了，全完了。沈总，张大姐那边200万的赔偿是不是太重了？她那店本来就没什么生意，老公又赌，儿子刚工作，要不放她一马，少要点。你同情她？我就是觉得她也是可怜人。他可怜是因为他自己作的，但我告诉你，就算我放他一马，他也不会感激。不会吧？都这样了，还能不悔改？这个女人性格有缺陷，什么事都怨恨别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生意不好怪别人搞直播，卫生被查怪别人举报，老公打她怪你出的主意。你信不信？哪怕我这么收拾她，她心里还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错。不至于吧？都赔200万了，儿子工作也丢了，女朋友也黄了，还能不知悔改？赌一把。赌什么？我赌他这会儿不是在后悔，而是在琢磨怎么报复我。不可能，他哪有那个胆子？那就等着瞧。200万，他一个总裁，几百亿身家，跟我一个小老百姓计较这200万。我10年才赚几个钱，他手指缝里漏一点都够了，为什么要赶尽杀绝？为什么非要逼死我？为富不仁，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他就是看我不顺眼，故意整我。我老公打我，我儿子没工作，全都怪他，全是他害的。你不想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你不是有钱吗？你不是牛吗？我让你牛。让你牛，让你装，让你收我铺子，让你赔200万，不就是几块漆皮吗？重新喷一下，几百块的事儿。你一个几百亿身家的大老板，还在乎这点钱？小气鬼！
出口恶气，心里舒坦多了。让你欺负人，活该！拍就拍呗，喷个漆能咋的？大不了赔你几百块喷漆钱，老娘认了。沈总，车，您的车。劳斯莱斯幻影定制款，全车原厂期，这喷一下得全车重喷送回原厂，至少200万，还得等半年。现在信了吧？他真敢啊！我说过，他这种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错了。你同情他，他转头就咬你一口。告他，必须告他！故意损坏公司财物，涉案金额巨大，够他蹲好几年了。让法务部行动吧。这次来真的，视频证据够他喝一壶了。王律师，马上来一趟。对，刑事案子，损坏公务财物，涉案金额200万以上。张桂花女士，是我。你涉嫌故意损坏公务财物，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什么？损坏财物？我不就喷了点漆吗？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巨大，已构成刑事案件。巨大？就那点漆，能有多大？那他又不是没钱，那么大的老板。跟我计较这点事儿，你们不能抓我，我就是出口气儿。他那么大个老板，有话回警局再说。走。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车？劳斯莱斯幻影定制款，光车漆就值几百万。你给人喷了，人家修车要200万。200万？你自己看，网上都报了。喷了就得送回原厂重新做，200万起步，还得等半年。200万？我哪来200万？我就是出口气。出口气？你这一口气把咱家全毁了！我现在出门都被人戳脊梁骨，你儿子工作没了，女朋友跑了，你还要坐牢，你让我怎么活？妈，你当时怎么就不想想后果呢？你喷人家车的时候就没看见摄像头吗？我以为就是几百块的事儿，我不知道那车那么贵。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就能随便喷人家车？人家一个电话你就得进去蹲几年，你说你图什么？坐下。妈，沈总那边法务说，如果赔偿到位，取得谅解，可以争取缓刑，否则3年起步。3年，我要坐3年牢。好，你去找他，去求他。妈知道错了，妈给他跪下都行。妈，人家凭什么放过你？求他放过我，求他！你骂人家，P 图、泼辣椒油、喷人家车，你做的那些事儿，换谁能忍？
那怎么办？我不能坐牢，我不能坐牢啊！哭有什么用？早知道这样，你当初干嘛去了？现在知道怕了，晚了。妈，我去试试，但人家答不答应，我不敢保证。好好，你一定要求他，妈给你跪下了，妈真的知道错了。我是她老公，你拦什么拦？我找你们老板有事儿。沈总是吧？我婆娘不懂事儿，喷了你的车，我替她给你道歉。这事儿就算了吧，她一个老娘们儿，你跟她计较什么？沈总，对不起，我妈她不是故意的，我们愿意赔偿，砸锅卖铁也赔，求您放她一马。你们知不知道，刑事案件是公诉案件，不是我说撤就能撤的。什么意思？你不是老板吗？你一句话的事儿。他触犯的是刑法，是国家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作为受害人，只能出具谅解书，帮他争取从轻处罚，但案子撤不了。那你还告什么告？你不是非要整死他吗？我整他？他在我这儿卖了10年粉，同等面积的铺面，别人月租2万，我收他500，一个月让19500，一年23万4，10年234万。我图什么？图他那碗粉，图那口辣椒油。我把他当老熟人，他把我的脸往地上踩，嫌我辣椒油加多了多收5块钱，嫌我搞直播抢他生意，在网上 P 图骂我，嫌我说他铺子往我车上喷漆。你们自己看看，这上面的字是人写的吗？我给他留了10年的余地，他但凡有一点感恩之心，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现在你们来求我放过他，谁放过我？沈总，我妈她就是脾气不好，嘴上不饶人，其实心眼不坏。求您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交情？他泼我辣椒油的时候想过交情吗？他 P 图骂我的时候想过交情吗？他往我车上喷漆的时候想过交情吗？那怎么办？他真要坐牢？你们回去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怎么样？他放过我了吗？放过？刑事案件，公诉，国家要告你，不是他说了算。那他不能写个谅解书吗？妈，人家说了，可以出谅解书帮你争取缓刑，但案子撤不了。人家给你10年便宜粉，别人2万，你500，一年让23万4，10年234万。你往人家车上喷漆的时候想过这些吗？妈，人家说他给你留了10年的余地，你但凡有一点感恩之心，都不至于到今天。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被告人张桂花，你对起诉书指控的故意损坏公务财产罪有何异议？没有异议，我认罪，全认。被告人张桂花用喷漆对受害人沈安所有的劳斯莱斯幻影轿车进行恶意喷锁，造成车辆漆面严重损毁，经鉴定，修复费用230万元。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桂花故意损坏公务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损坏公务财物罪。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沈总，宣判结果出来了，3年，赔230万。知道了。您觉得他会改吗？希望吧，真心悔悟，这200多万就没白赔，这2年刑也没白判。沈总，我其实一直想问，您是真想让他坐牢吗？我要是真想让他坐牢，就不会出谅解书了。林深，你觉得我收拾他，是因为他骂我泼我辣椒油喷我的车？难道不是吗？
他那个脾气，那个性格，什么事都怨别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这次我放过他，他下次还会闯更大的祸。你想想，他连劳斯莱斯都敢喷，下次呢？要是得罪了什么更狠的人，要是犯了更重的事，您的意思是，只有让他付出代价，让他疼这一次，他才能记住，200万的债，2年的刑，够他记一辈子了。我不是小肚鸡肠想报复他，我是为他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总比下次闯出弥天大祸强。沈总，我懂了。走吧，楼下新开了家粉店，去尝尝。来了，您的粉，小心烫啊！张姐，你这粉味道真不错，分量也足，关键是干净，我天天来吃，放心。那必须的，我现在后厨比我家客厅还干净，一根头发丝都不许掉进去。沈总，来，坐，好久没见你了。张姐，你这摊子搞得挺像样啊。那可不，我现在这条街上出了名的干净，大家都来吃。张姐，你不会给我下毒吧？3年，我在里面想明白了，都是我的错，殊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您给我10年的便宜粉，我非但不感恩，还骂您、泼您、喷您的车。我不是人。法官说，要不是您出谅解书，没要我赔那么多钱，我得判实刑，坐好几年牢。是您救了我。不错，还是那个味儿。您喜欢就好，喜欢就常来。我给您免单，1辈子免单。免单，说好了免单，您这不是打我脸吗？张姐，你要是真想谢我，就好好干，把这家店开好，让更多人吃到干净好吃的粉。你那原来的铺面一直空着，你要是愿意，回去开，租金免了。沈总，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下辈子也还不完啊！别跪了，好好干，比什么都强。张姐，辣椒油再给我打包1份，带回去晚上拌面吃。好嘞，给您装满1大罐，不要钱。